看来我们家的泰娜不喜欢这位小姐，那么我就选她吧。奶奶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上楼了。你这孩子，你真调皮。二小姐，慢走。没想到顾西城竟然用这么可笑的方式来选择，是挺可笑的。不过你也不要得意太久，还不是因为好运。说到底，还是我成全了你。运气有的时候也是实力的一种，就算自己什么都好，运气差，恐怕也成不了大事儿了。那好啊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。顾西城身边美女如云，就凭你的姿色，就算当了总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吧？这些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替我操心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太棒了！把它亮出来，懂吗？我喜欢。顾西城。奶奶，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还不快给我奶奶祝寿！啊，祝老夫人万事如意，寿比南山，松鹤延年，长命百岁，福厚如江，富贵安康，如入东海，日月腾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越来越年轻，松鹤延年。胡闹！这里面到底哪一位是你的女朋友啊？奶奶，您看哪位好看，她就是我的女朋友。来人，把这些乱七八糟、不知所谓的人都给我请出去！等等，老夫人息怒啊！是还用您动手吗？姑娘们，到我家去，我们继续 happy。奶奶，我请他们来都是来给您过生日的。我可消受不起，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一看就是缺少家教、没有素质的人。我们顾家虽说不讲家事，可是也不能在这些人里头选女朋友啊！我是坚决不答应的啊！奶奶，我没说让他们做我的女朋友，我只不过叫他们过来玩玩。玩玩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是该给你娶个媳妇儿了。老方，哎，这是全国各大高校的校花名单，无论是智商还是外表都是很不错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一个个的素质都非常高。你要是有孝心呐，就在这里面给我选一个孙媳妇，就当是你送给奶奶的寿礼了。奶奶，这样不好吧？怎么不好啊？你选不选啊？好，选。那，这个南宫琉璃长得还不错，就她了。就一个呀？你再选一个，做个备选。那，这个贺锦熙长得也还可以，就他俩吧。贺锦熙、南宫琉璃。嗯。老方啊，你派人去通知一下这两个姑娘，让他们立刻到我们顾家来一趟。是。啊，这么快？
是顾家管家说的贺锦熙吧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你看起来不怎么样啊。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南宫琉璃是吧？外表并不代表一切。胸大无脑的花瓶顾大少爷身边应该不会缺吧？要论胸呢，我是比你大了一些，不过论智商，我也不一定比你差哦。只要顾大少不瞎，我相信你一定没机会的。哼，这么自信啊！希望你能笑到最后。那我们拭目以待喽。两位小姐，请跟我进来吧。西城啊，你在这2位姑娘里面选一个做你的妻子。奶奶，您这是给我出难题呀！一个美艳，一个清丽，我还真是不好选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她们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，你选吧。奶奶的眼光我放心，您选的人一定是最优秀的。哎，我倒有个想法，方叔，咱们家泰娜还没吃饭吧？你在这2位小姐面前，各放一盘泰娜最爱吃的食物，泰娜吃谁面前的食物，我就选谁。你这孩子，你又胡闹什么呢你？哎，奶奶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给你选一个出来就是了。方叔，快去啊！哎，是。看来我们家的泰娜不喜欢这位小姐，那么我就选她吧。奶奶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上楼了。你这孩子，你真调皮。二小姐，慢走。没想到顾西城竟然用这么可笑的方式来选择，是挺可笑的。不过你也不要得意太久，还不是因为好运。说到底，还是我成全了你。运气有的时候也是实力的一种，就算自己什么都好，运气差，恐怕也成不了大事儿吧。那好啊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。顾西城身边美女如云，就凭你的姿色，就算当了总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吧？这些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替我操心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
季常啊，奶奶，奶奶知道你对我有些不满，你是不是觉得奶奶在逼你结婚呢？奶奶没有，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不认识，突然一下要生活在一起，还要睡在一起，我怕我适应不了这样的生活。人这辈子啊，总是要找个伴儿的。我年纪大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啊，就去找你爸爸他们去了。所以趁我还在，就想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媳妇儿陪着你。人和人之间啊，那都是相处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奶奶现在唯一的心愿啊，就是能早一点看到你的孩子，那样我也就没有什么好牵挂的。奶奶，我答应你，结婚。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。顾西城身边美女如云，就凭你的姿色，就算当了总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稳了。你的脸型很好，不需要动刀。医生，我并不想开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我的下巴更尖一点，脸上轮廓更好看一点呢？你如果一定要做调整的话，脸部嘛，打一些瘦脸针和轮廓针。下巴，我可以给你注射一些药物，起到填充的作用。好，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呢？我想快点，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注射，让你做一个完美的新娘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结婚？对啊，请柬不是给你们家送过去了吗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说结婚就结婚呢？我奶奶年纪大了，想抱曾孙子。那真爱呢？不找了？真爱继续找，婚呢该结结，结完婚呢该怎么玩怎么玩。没那么简单，结婚了，宝贝儿。结婚呢就是安抚我奶奶的心，我奶奶开心了那就好了。至于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喽。以后再说。好，作为兄弟，我配合你。过2天，我也结个婚玩玩啊！够意思。我的脸到底怎么回事？何小姐啊，根据检查的结果和观察，可能你自身对于注射的药物十分的敏感，再加上你的免疫力低下，以至于引起过敏的反应。就是说我被你们毁容了，是不是？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嫁的是谁？你赔得起吗？何小姐啊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。这种药物在其他人身上注射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反应。这次的事情啊，是个意外。不要跟我谈什么意外，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何小姐，你别着急啊。现在我们医院无法对您的脸部过移的情况进行处理，但是我们省外的总部可以处理这种情况。这样我们会负责手术的全部费用。不要再说了，你就告诉我，我的脸到底能不能恢复？能，或许比以前更好一些。
吧。太好了，谢谢。谢谢了，这个客户是练习生，加油！好嘞，妍希，电充好了，谢谢小叔。妍希，嗨，哎，妍希，啊，谢谢，太谢谢了，客气。妍希，你又来看阿姨啦？对呀。哎，妍希，吃饭已经挂好了，这还没洗澡呢。我来就好啊，谢谢。爸，你睡醒了没有？张小姐给你做的是什么汤？当当当当，猪肚汤，高不高兴啊？妈妈，你是大懒虫啊！妈妈，今天打工的那家店老板给我涨了工资，觉得我表现特别的好，以后呢我就有更多的钱给你买好吃的了。喂，贺锦熙。你好久都没看过妈妈了。她不是一直都那样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个时候妈妈对你多好啊，现在她生病了，你对她不管不问就算了，你还这么说她，她知道多难过。行了，我今天找你出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妍希，我这次找你出来，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？西城啊，你这又要去找你那些狐朋狗友们玩啊？哎呀，奶奶，瞧您说的，司徒他们可不是狐朋狗友，他们可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儿。哥们儿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整天还这么外头乱跑，你自己的婚礼你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这婚礼不是有你和方叔他们吗？啊，哪还用得着我呀？怎么用不着你呀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哎，奶奶，咱们可是说好了的，只要我答应结婚，我出人，其他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交给你们啊！我什么时候这样跟他说的？哎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你这孩子，奶奶，我快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，拜拜拜。哎呀，新城，你看这孩子，永远长不大。哎呦，少夫人，成家立业，等少爷结了婚，有少夫人管着就会好起来。哎呀，但愿如此吧。不行，我绝对不会替你骗人的。为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姐姐，就这么点小事你都不愿意帮我？你还知道你是我亲姐啊？我们两个人分开了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想到见面的第一件事，你就是让我去替你骗人。你现在脸不好，你跟别人说清楚就可以了，婚礼可以改天再举行啊。那你为什么非要用骗人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呢？你懂什么？你知道我要嫁的人是谁吗？那是神龙集团的顾西城。我运气好，被顾老夫人选上了。要是因为这件事退出婚礼，婚事也许就会黄了。这个忙我帮不了你，我还要照顾妈妈呢。苏妍希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妈妈醒过来吗？如果你答应帮我这个忙，我就把妈妈带走，就给她治病。我有个朋友告诉我，现在有种新型的治疗方法，能够唤醒植物人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回去查一查。我知道了。不过你也得跟我约法三章。约法三章：第一，在顾家期间不能暴露你的身份；第二，不能跟顾西城假戏真做；第三，只要我回来，立刻调换回来。你放心吧，这些东西我都不稀罕。
我只是想让妈妈早点醒过来。希望你能够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记住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何锦熙。但愿贺锦熙说的是真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治好妈妈的病呢？希望他们快点回来吧。今天结婚，昨天晚上还出去喝酒去，连个人影也找不到。再继续打。是。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老夫人，怎么样？少爷电话关机了。关机了？那今天的婚礼啊，只好取消了。这不合适吧？等一下。既然顾小姐来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等一等，不要废话，不就是想要这个吗？给你就是。老夫人，媒体那边我已经派人要求他们封口了。您放心，今天的事情不会有不利的消息放出来的。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当儿戏，幸亏处理得及时，要不然啊，我们顾家明天就要成了全城的笑柄了，说不定公司的运营啊还要受到影响呢。这个您不用担心。今天到场的客人，我都逐一打过招呼，不会有事的。他人呢？少爷说今天新婚要跟朋友们庆祝庆祝，出去了。出去了。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Oh no， 这是66.6度，快要焚化我的眼珠。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40天的折磨，头一转变成了绿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上有一个苹果。
哥，今天可是你新婚之夜啊，你玩这么嗨能行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结婚就是为了我奶奶，我现在完成任务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撒开了玩，不醉不归。等桂生回来敲门的话，我就告诉他我睡着了，听不见。如果他敢来硬的话，我就打死他。也不对啊，我现在是贺锦熙啊，那顾西城是贺锦熙的老公，我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破坏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？还有老夫人，老夫人要是看见了，该怎么解释呢？当初怎么没想到过这些事儿？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西城昨天一晚上没回来。啊，是。孩子，昨天让你受委屈了。等西城回来啊，我让他跟你认错。没事的，老夫人，我没关系。少爷回来了。方叔，奶奶早。哎，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？奶奶，昨天跟司徒有个聚会，喝的有点晚了。聚会？奶奶，我一晚上没睡，我先上去睡一觉，有什么事儿起来再说。你回来！哎呀，我差点忘了。奶奶，不好意思啊，方叔，茶呢？快快快！谢谢啊。谢什么谢啊？又不是给你的，给我奶奶敬茶。老夫人，请喝茶。哎，好了，奶奶，您的孙媳妇儿也给您敬茶了，这事儿我也办成了。我真的很困，得好好睡一觉。锦溪啊，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今后你要照顾好、管好西城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老夫人。豪门媳妇不好当啊，贺锦熙可真惨。你干嘛？别吵，别吵着我奶奶，把门关了，窗帘拉上，我要睡觉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我有件事要找你聊一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穿不穿衣服是我的自由。可是你不穿衣服，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哟，都嫁到我们家了，还装清纯呢？行，我让你一次，有什么话快说，我要睡觉。是这个样子的，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，之前并不是不信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们俩…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嫁到我们顾家，不就是为了我们顾家的钱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婚，我是为了我奶奶结的，我是不想让她老人家太失望，所以结婚之后，我也不会尽什么丈夫的义务。说的难听点，咱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我还要找我自己的真爱呢。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
有钱了不起吗？我才不稀罕跟你发生关系呢。太好了，有你这句话。把这份合约签了。第一，女方不得干预男方的私生活；第二，女方不得强行要求同床共枕；第三，女方只具有顾少夫夫人的身份，但是不具有任何实质的权利；第四，行了，别看了。既然你不想跟我上床，就把合同签了吧。你这个分明就是霸王条约，全部都是约束女方的。那么男方呢？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看上你的。把合同签了吧。哼，你这个是不平等条约，我拒绝。那你要是不肯签，就是对我有意思了，想跟我上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。那太好了，这件事先不要让我胆着起疑心。我们暂时睡一间房，但是你不能睡我的床，你睡沙发。女士优先的道理你不懂啊？要睡是我睡床，你睡沙发呀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再说从小到大我还没睡过沙发呢。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这什么鬼？分床神器。神经病！喂，最近有什么情况没有？陆安，你可是收了我的钱的人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。这2天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老夫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是感觉挺好的，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，西城每天晚上还在外面乱跑，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？这个，我别这个那个的。既然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媳妇儿，你就得要尽到责任。对西城，你不能再这么放纵他了。如果你要尽不到自己的责任，那我就要考虑，是不是换个孙媳妇儿了。顾总，这个是今年上半年的年度报告，您看一下，以后签个字吧。我知道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，帮我去花店订2束花。哦，好的。是给总裁夫人吗？1束给安娜，1束给米歇尔。快去啊！哦，知道了。喂，苏小姐吗？怎么办呀？我根本管不了顾西城啊，真麻烦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他玩他的，我也轻松。可是我要是不管，会不会被顾老夫人赶出去啊？那不就是破坏了贺锦熙的婚姻？贺锦熙，妈妈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吧，妈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只要听话就行。我听说顾西城现在还跟那些小嫩模呀、小明星呀来往，是不是？你是怎么搞的？这个人我根本就管不了，他每天根本就不在家待着，又不听我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，必须让他跟那些女人断了来往。还有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不许跟他上床。
像顾西城这样的男人，也就你能把他当个宝。喂，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预约时间能不能提前？不太好，还得等几天。还要等？能不能尽快？你觉得我穿这件怎么样？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出去玩？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不出去玩，我干嘛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都出去玩，晚上不睡觉，对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？在家睡会儿觉多好啊！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？我不出去干嘛？在家陪你啊？咱们之前可是说好了的，结婚之后谁也不要干涉对方的私人生活。谁想管你了？我才用不着你陪呢。就是你，你可以在家陪陪老夫人吧。哎，我没结婚之前，我奶奶没说过要我陪她呀。你想让我在家陪你吧？想让那就直说呀。顾西城，你少臭屁了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你每天都不回来，我才高兴。好啊，那不更好了？那么请你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喂，怎么着？女孩们都到了，太棒了！让他们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到啊！今天晚上我要来个饕餮盛宴啊！大嫂，大嫂请坐。大嫂，来人，上场。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一点儿都不客气。这好像就是你自己家啊。对不起，大嫂。那个，看样子你好像经常来家里玩吧？那你跟西城应该是好朋友。西城是我大哥，所以您是我大嫂。见过大嫂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那个，既然你们是好朋友的话，我能不能偷偷的问你点事儿？是关于他的。对。大嫂尽管问，我就是个吃里扒外的货。太好了。那个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顾西城身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？特别的朋友？怎么个特别法？就是说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就是我发现他对女人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顾西城就喜欢泡女。嫂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西城嘛，他和那些女子只是玩一玩而已，从来不会动真情，真的。从来都不会动真情。从来不动真情。嫂子，拿西蒙担保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任何一个女人过过夜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跟他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每天只喜欢和你们在一起玩。然后我，大嫂，我毕竟不是情感方面的专家，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是不是有点太腼腆了？你不要再替他打掩护了，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昨天晚上他做梦，说梦话我全都听到了。他梦里一直在说什么硕什么什么硕，所以我今天就是特别想问一下，你们周围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叫什么什么硕的？硕呀，硕，让我想想，硕哪个硕？你叫什么呀？硕。他在叫谁？等很长时间了吧？啊！走走走，快点起来，走了。干嘛呢？你跟他聊什么了？没聊什么。啊，这位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吧？那当然了，我最喜欢硕了，是吧？走，快点。走。
我们是不是走的有点太近了？咱们从小到大都走这么近。跟我斗。和你做兄弟这么久，我似乎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和任何一个女人上过床啊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这男女之间啊，一切没有感情的性爱，那就是耍流氓。再说了，跟那些女孩子有什么好玩的？我觉得跟兄弟在一块儿才是最开心的。是吗？来，喝一个。喝一个。喝一个嘛。姐，我有点上头。让我先去吐一会儿。哇，没喝就上头。顾西城啊，顾西城，等到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弯的，看你还怎么出去玩！跟我斗，说，晚上怎么安排啊？今天本大爷有事儿。哎，行，你忙。猛力，晚上出来陪哥喝酒啊？哥，晚上不行啊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晚上我那个亲戚要来我家呀。好，行，你们都忙。我去，好安静的包厢啊！搞得我有点不太习惯呢。嘛呢？啊？思考人生呢？人呢？都干嘛去了？嘿，我这么怠慢我们的顾少啊，太过分了！你等着。喂，姑娘们呢？怎么着，让我们独守空房啊？啊！哎！顾西城，你要干什么？自家兄弟也不放过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别人说我是 gay 呀？从你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你是 gay 的可能性很大呀！啊！司徒说，我告诉你，老子不是 gay， 喜欢女人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老婆说的。什么？我老婆？贺锦熙啊？耶，她还说你经常说梦话，在梦里喊上我的名字。贺锦熙，你干嘛？回头我再收拾你。你到底跟我朋友说什么了？啊？什么都没说，你赶紧放开我！你是不是跟他们说我是 gay， 让他们疏远我？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从来没这么说过。我就是说你对女人不感兴趣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对女人不感兴趣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嫉妒那些女人，你不想让我走，是不是？顾局长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哎，放开我！我怎么可能嫉妒那些女人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疏远我，都因为我是 gay， 这都是拜你所赐。这事儿你也不能全都怪我呀，连你朋友都说了，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你对哪个女人动心过。你以为我顾西城是谁啊？我是动物吗？我怎么可能跟别人随随便便上床？我是有原则的。我不管，反正那么多大美女都不动心，你肯定有问题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要再碰我就喊人了。你是我老婆，喊破天都没人管你。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现在已经满了。你不是说你要找真爱吗？我不管了，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我是不是男人。顾局长，你要是男人的话，就不要再问我了，我也不想跟坏人在一起。
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贺琴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他和妈妈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能不能治好？妈妈，不管你的病能不能治好，都快点回来吧。好想你啊！他们都落实了吗？啊，已经办得差不多了，可能还要3、5。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啊，方叔，回来啦。奶奶，我上楼了。去吧。哎，老夫人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少爷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啊。以前他玩惯了，突然改变了生活作息，他肯定是不适应的。不过没事儿，过一段时间啊，他就习惯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少夫人是怎么劝少爷的啊。看来啊，这个孙媳妇儿娶的还是有作用的。西城也不怎么出去了，小两口呢可以在家里多待待，让他们俩呀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。我呢，也可以早日啊抱上曾孙子了。喂 ，Mr. Shaw， 来吃饭呢，好多美女啊！算了，最近我闭关修炼，你们玩吧，我不去了，拜拜。进来。怎么了，顾总？关于城南那块地，我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的操作事宜。常副总，公司请你来是看中了你的能力，才给你这样的职位。如果连这样的小事你都不能自己决定，还要来问我，那么我要考虑考虑，给你的这份酬劳值不值得了。我主要想问一下顾总的意见，毕竟李老他们都觉得这块地没什么发展。李老他们的意见不用管，城南这块地我很了解，是很有发展前景的，去搞定它。以后没什么事不要上来。西城虽说这些天不出去了，但是他现在天天在楼下打游戏，没日没夜的。再这么下去啊，他的身体就要垮了。你身为他的妻子，你得管他呀。可是老夫人，他不听我的呀。你不要找理由，那都是借口。你身为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你就得要时刻关注着他的身体，他的健康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负责恢复他正常的作息。可是老夫人，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老夫人慢走。什么都让我管，什么都让我管。可是顾西城已经这么大的人了，他怎么可能听我的呢？有事儿啊？你奶奶刚才找我谈话了，说你这么没日没夜的玩游戏对身体不好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要不是你诬陷我，我能老待在家里吗？
可是我已经道歉了呀。再说了，就算你不出去玩，你也有很多其他的事儿可以做，比如休息休息啊，比如睡个觉啊，再有陪陪奶奶也挺好的呀。行了，你别烦了，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我的事儿你别管，你的事儿我也不管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？这是你奶奶的意思。哎，你这女人怎么这么烦啊？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顾西城，你滚！都是你，扫把星。你捣什么乱？贺锦熙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全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滚！这事儿还没完呢，顾西城，敢说我是更年期？我来帮你。谢谢少夫人。不客气，你去忙别的吧。老夫人好。老夫人好。奶奶早。哟，今天早上起来的挺早啊。表现的不错嘛，啊？今天早上约了人。拿来。给我。西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奶奶，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讨厌，只要我一玩游戏，她就捣乱。玩游戏？你多大了？玩起来就没完？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是神龙集团的继承人，怎么还跟孩子似的你？奶奶，我玩个游戏怎么了？奶奶的意思呢？你玩游戏可以，但是不能每天都玩，而且不能玩得那么晚，熬夜对身体特别的不好。闭嘴！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说话呢你？是我让锦溪管你的。西城啊，你已经结婚了，该懂点事儿了。你不能怪锦溪啊！你要是再这么不注意身体，我还得让他这么管你。知道了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吃完饭呢，你还有事儿呢。你过来一下。医生，我的脸到底怎么样了？你的脸因为注射了药物引起了过敏反应，已经使得你的骨骼产生了变化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脸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？以我们现在医院的技术来讲，只要帮你整形，一定会比以前变得更加完美。我不需要比以前更加完美，我要变回我以前的样子。贺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如果你现在不做手术的话，你的面部情况会更加恶化，恐怕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坐。行，那我尽快帮你安排。就这几天吧，提前做好准备。好。哥，你看我这姿势行不行？哥，成哥。哥什么哥呀？啊，你撅了个屁股跟唐老鸭似的，能别叫唤行吗？没看人烦着呢吗？成哥还能有烦的事儿？怎么，我就不能有个烦的事儿啊？哎，你到底烦什么呀？说出来听听，让哥几个也高兴高兴啊！别提了，我家里这个女人太可恶了。
处处碍手碍脚，长这么大还没人敢对我这样的。不是，你家里还有能管着你的人？哎，你说这女人也太阴险了。我只要一玩游戏，她不是拔插头就是拉电闸。哟呵，说法挺专业呀。西城啊西城，原来也有女人是你搞不定的啊！问题是，就这个女人我不怕，可是我奶奶还站在她这边，我只要对她怎么着，我奶奶就生气，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我真想把她给扔出去。哟，这么说起来，她还真是有点可怜。感觉你个鬼可怜。你们快给我想想招吧。老夫人，您找我呀？啊，坐坐坐，坐呀。锦溪啊，自从你嫁进我们顾家，我就一直在观察着你。这段时间你做得很不错，西城也很少出去胡混了，在家里待的时间也多了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说得好，你能这么说呀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老夫人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好的。行了，就别再叫我老夫人了，以后就叫我奶奶吧。奶奶，好孩子。西城这孩子啊，从小父母去世的早，我们顾家以前就我们一老一小2个人，现在你既然已经嫁到了我们的顾家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心愿了，就想着能早日看到你们的孩子，那样呢，我也能安心的闭眼了。奶奶，您别这么说呀，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要多和西城培养培养感情，早日让我抱上曾孙子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哎，西城，你奶奶不是想抱曾孙子吗？跟她一块儿搞出个孩子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她一旦有了孩子，对不对？全身心的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我们乡下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啥都管不上你了。还对你妹！你们俩能不能想想别的招啊？这招怎么了？她是你的合法妻子，你们俩搞出一个孩子很合法呀，还能上户口。你又不是跟别人搞出一个孩子来，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。就是吧，自己老婆怕什么？睡他1个月。怎么办呢？这个贺锦熙发信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，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到头啊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喂，贺锦熙，妈妈最近怎么样了？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苏远琪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妈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们会尽快回去的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在我回去之前，你看好顾西城。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告诉你，贺锦熙，我手术开始了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多和西城培养培养感情，早日让我抱上曾孙子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你奶奶不是想抱曾孙子吗？跟她一块儿搞出个孩子出来。在我们乡下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啥都管不上你了。
干什么呢？啊？奶奶，我不想吃，我去上班了。哎，欣欣啊，啊，你们俩是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贺小姐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伤口有点痒，医生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？你的脸部多处地方已经动了刀子，现在看起来外面情况还不错，但是必须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具体情况。如果再次动刀的话，恐怕很难修补了，所以请你耐心一点。好了好了，好好休息，走。咱们顾总好帅呀，又年轻，还有这么大个神农集团。我倒是觉得他就是金玉其外。要我选吧，我倒觉得咱们副总还不错，就是家境差了点儿，但是人年轻有为的，长得又帅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有什么用？再有能力，不还是给人家打工的吗？要我说呀，人再有本事都不如命好。你看咱们顾总，那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我要出生在这样的家里啊，就什么都不用想了，光花钱就行了。我还是觉得吧，个人能力最重要。常副总也就是差在了出身上。常副总啊，来找顾总啊？啊，是顾总在外忙着呢。忙着呢，忙着玩游戏。唉，你说如果他不是顾家继承人的话，以他现在的工作态度，恐怕早就走人了。别乱说话，当心让他听见。常副总，你说如果坐在那个屋子里的人是你，该多好。你看，哎，顾总，你别说话。这是谁做的？公司下属部门送过来的设计方案。他们就是这么做事的吗？马上把所有部门主管召集起来开会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。就是那个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琉璃，顾博雅，先走，走。那行，辛苦了啊。琉璃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刚下班。咱们好久没见了。你还好吗？还行。你呢？哦。我也挺好的，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琉璃，咱们要不找个地方坐坐吧？王经理，你是集团珠宝部的负责人，你看看你们送上来的设计图，这样的设计能出去卖吗？你们大家都看一下，怪不得上个季度业绩下滑了20%，这是哪家设计公司做的？不行的话换一家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还有服装部，你们的设计图我看了，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挺洋气的。你们可以再加大一下宣传力度，但是模特要注意。那天看到了，这是上一季度的模特。这样的人能当模特吗？让人怎么有购买的欲望？颜值很重要，知道吗？顾总，我已经准备于近期召开一场有关珠宝和服饰的发布会，到时候会请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名模过来展示我们的产品。对，这个创意不错。你们可以找一些网红，甚至可以搞一些选秀啊、直播。不行，我可以来当评委嘛。那个顾总，这样的话人手是肯定不够了。不够可以招啊，你们人事部就是干这个活的呀。招人的时候不光要考虑能力，还要考虑到颜值，因为代表了集团的形象。好，
总的来说，这个季度的业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。如果下个季度还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各位的能力了，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还是那个样子。你的事情解决了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分开，还能在一起？维亚啊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就算我们再复合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？顾西城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配不上你的真心。别这么说，是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我知道。刘丽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跟我分开好吗？刘丽，别拒绝我好吗？少夫人，请慢用。喂，小薇啊。吴妍希，你终于打电话给我了你啊！其实小薇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见个面呢？好吧。好的，老地方见啊。林小薇啊，林小薇，这么多天不见，你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对这本杂志也能犯花痴，对不对？你还说我呢，死丫头！打电话约你又不过来，怎么？今天有空了？这个最近情况有点特殊，我刚刚换了一份新工作，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太适应。真的？那工资待遇高不高？还可以吧，反正比之前的都高。看来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你气色都好多啦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特别无聊，好压抑。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儿？既能赚钱又轻松，你还真以为是天上给你掉了一块大馅饼出来啊？可是我梦寐以求许久。我真的。死了，都怪你，怪我，怪我。蒙丽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哥，我等着上夜班呢。走吧，跟哥吃饭去。不行啊，一会儿老板扣我工资了。工时费我出，上车吧。行。哎，龙飞，跟老板请个假啊。好嘞。这眼睛，哎哥，你小心点，小心！哥，你咋了？是不是有人惹你了？谁敢惹你？你告诉我，我干他去！哼，臭小子，你别没事就打来打去的，有些事情啊，不是可以用武力解决的。那我管不着，你是我哥，谁要敢惹你啊？那我就一个字，干！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可以什么事都不用想。其实吧，我也不是说没有烦心事儿，只不过有些事儿啊，你越想越烦，倒不如不去想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烦，
我是觉得这生活太没意思了。现在我所做的事儿，都不是我想要做的。不是吧，哥？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吗？啊，又有事业，老婆又漂亮，这要换我啊，早乐都乐死了。你不懂，这事业呢，是我爷爷那时候创下的，奶奶又很厉害，所以集团的元老们对我奶奶都很忠心，用不着我操心。至于老婆嘛，也是我为我奶奶娶的。在结婚之前，我们俩根本就不认识，更别说什么感情了。我觉得吧，这个还是正常的。感情嘛，慢慢相处就有了嘛。我爸我妈还不是，结婚之前谁认识谁呀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他们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好着呢，老两口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哈，老婆呢，只要人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那个有句成语4个字的，怎么说来着？就时间长了，就感情就好了。那个日久生情。哎，对对对，日久生情，日久生情。想不到你小子说的话还有点道理啊！走，哥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这家餐厅啊，排队都排不上。真的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我都真的饿了。哎，我知道呀，有一家新开的烤肉店，特别好吃，一起去吃吧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走吧。哎，不过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必须我来请客，请你给小姨一个机会，表达一下这几天对你的思念。我说我怎么就那么爱你呢？走吧。服务员买单。啊，那你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我就说嘛，这家店那么好，等到现在还没排到我们俩呢，什么时候了？我快饿死了。顾总，里面请。哎呀，好像是顾西城，真的吗？快去看看顾西城，顾西城呢？最好好坐着排队吃饭呢。顾西城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啊，顾西城可是神龙集团的继承人，国内排行第1的钻石王老五。不过他这人很有个性，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，我都没见过他本人长啥样呢。哎，据说他结婚了，可能这次老婆也来，你让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小薇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呢？不是我八卦，这位少爷一结婚，得有多少女人为他心碎呀？哎，我已经饿得不行了，我要出去吃饭了。啊，别换，都快到我们了。哎呀，我要死了，不行，都快到我们了，别走啊！我回来了。睡得太早了。哎呦，顾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顾医生，你干什么？什么我干什么？这是我家呀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管着吗？有时候想想，我觉得你真可怜。是吗？说说看。除了钱之外，你一无所有，
每天只能和一群狐朋狗友出去花天酒地。那你呢？你嫁到我们家不也是为了钱吗？你别在我面前装清纯，绿茶婊。顾医生，你说什么？绿茶婊？你混蛋！你才绿茶婊呢！你说话客气一点，你太过分了！就是绿茶婊，你才绿茶婊！你就是绿茶婊！老夫人好。哎，姐，他们小两口呢？少夫人说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会儿。老夫人，听下人说啊，昨晚上少爷和少夫人吵架了。吵架了？啊，是，少爷睡在了其他房间。胡闹！小两口有什么好吵的？嗨，小两口嘛，年轻难免意气用事，等他们消了气儿，您再劝劝不就行了？我知道了。奶奶早。哎，少爷早。早。来，奶奶。昨天晚上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嗯？没吵架呀。没吵架。年轻人过日子，拌嘴那总是难免的。你是男人，多让着他点儿。女人呐是需要哄的，明白吗？哎，奶奶，我们俩挺好的，没吵架，放心吧。没事。老话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。你不管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昨天跑到别的房间去睡去。奶奶，我们俩之间的事你不知道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听我的，静熙那儿啊，我去跟他说，你该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你还得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明白吗？哎呀，知道了。来，吃早饭。嗯。贺锦熙毕竟是他的妻子，他想那么做也是应该的。可是我又不能真的跟他发生关系，唉，怎么办呢？重做。5点之前给我一个满意的方案。常副总，他又生气了。没事儿，习惯了。你看你，眼睛都红了，是不是为了做报告，昨天晚上熬夜了呀？顾总也是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否了呢？谁让他是总裁呢？我看呀，公司里谁当总裁都比他强。喝啥，奶奶？哎，来吃点点心吧。好。锦溪啊，你是不是跟西城吵架了？没有啊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西城怎么会搬到别的房间去睡去了呢？小两口过日子，拌嘴总是难免的。要是分房睡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要有什么委屈啊，就告诉奶奶。奶奶替你啊，去教训那个臭小子去。没有，奶奶，我不委屈。其实也是我不好。我已经说过那个臭小子了。如果你们之间呢有什么误会啊，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其实啊，有的时候夫妻之间闹矛盾，只要双方都各让一步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不是吗？奶奶您放心吧。
我会和西城解释清楚的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奶奶相信你一定会把问题解决好的。奶奶我还盼望着早点抱上我的曾孙子呢。我来拿点东西。顾西城，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。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再多给我点时间？你搬回来住吧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，我顾西城不喜欢强迫任何一个人。短头发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干嘛非要做一个不真实的自己？神龙集团。刘丽，起来了！你看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八宝粥，还有小笼包，来，快吃。怎么了？刘丽，你要换工作了。我要去神龙集团工作，我们俩算了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不就换工作吗？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这样啊，你先吃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傅博雅，你再也别来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你们得抓紧点时间啊！一会儿老夫人就得起来了。你们去把那个粥。少夫人，你的头发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们是不是在准备做早餐了？是啊。今天我想来做早餐，你能不能帮我啊？这不大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快走，告诉我原材料都在哪儿。你们两个人和好了吧？奶奶，我们俩本来就没什么。还没什么。奶奶看到你们俩能这么和睦相处，我就放心了。锦熙呢，是我从全国院校的高材生里面选出来的。他的家境虽说不如咱们家，可那也是书香门第，身家清白。你可要好好待人家，你听见没有啊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你在奶奶眼里永远是个孩子。奶奶，这早上的空气还真是好啊。是啊。老夫人，少爷。哟，这早餐这么丰富啊！夫人，今天的早餐都是少奶奶准备的。哦，是吗？哎，奶奶你们回来啦。今天我给您熬的是骚柿糯米粥，您赶快尝尝合不合口味。如果合适的话，以后我每天都给您做。哎呦，还真看不出来有这么好的厨艺。哎，你怎么把头发给剪掉了？也不说一声啊？那个，我就是突然之间心血来潮。其实我觉得她短发挺好看的。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看，多适合她呀。主要是我喜欢。行啊，你喜欢就好。来吃饭吧。
尝尝锦溪做的这个手工汉堡包。来，来，坐下来吃吧。哎，常副总，发布会要尽快筹备起来。新人招聘的怎么样？广告已经发出去了，也收到一部分简历，不过呢，什么都不合格？哎呀，这个学历和资质都还可以。那天在会上你也听到那个顾董事怎么安排的，按照他那个标准，真的招不上人。哎，能招到人啊，你们也能轻松一点。现在就多辛苦辛苦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向顾总申请给你们加薪。常副总的心意我是领了，加薪的事儿，还是算了吧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上次吗？我跟顾总说过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批复的吗？说说看。1年365天，有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休息2天，也就是说工作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，又去掉170天，就剩下91天。每天下午茶30分钟，1年加起来23天，就剩下68天。每天吃饭花1个小时，又去掉46天，就剩下22天。你每年还得请2天的病假，也就是说1年工作20天。每年5个节假日，公司休息不上班，也就是说剩下15天。公司还慷慨的每年给你14天的休假，也就是说你1年工作1天。你怎么好意思给我提加薪？哎呀，常副总啊，加薪的事儿啊，暂时没戏了。好吧，我尽力吧。帅哥，你好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装什么装？哎，美女，这儿还有帅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搞什么？你对美女不感兴趣吗？哼，你要喜欢，你带回家呀。啊，拜托，人家喜欢的不是我，是你，好吗？司徒，我顾西城可不是什么女孩都喜欢。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对小嫂子真的动心了吧？我只是觉得她没那么讨厌吧。哟，这话说的，那是100%动心了。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喜欢上我啊？完了！一旦男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已经彻底沦陷了。他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拜托，你这个傻瓜，是女人都会喜欢你的。只要你肯哄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对你俯首帖耳、俯首称臣、唯命是从啊！真的？真的 ，Trust me， 我看好你。有道理。贺解析，你只不过是比我运气好罢了。只要让我接触到顾西城，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。医生，我不是应该可以出院了吗？怎么还要等？贺小姐，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，你会造成脸部的2次过敏，我们也是对你负责，暂时不能出院。那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放心吧，最晚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还要1个月？医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尽力吧。好了，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1个月，还要1个月。苏妍希，你别给我出什么岔才好。为他绅士的开门。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，但她表现迟疑的时候，其实是期待男人的绅士风度。哦，当她烦恼时，做一个好的听众。烦恼之时，女性最需要男人的耳朵，而不是建议。有道理。男性的荷尔蒙对于女性有极大的吸引力。荷尔蒙。
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唉，是啊，是该早点休息了。您可得好好注意保养身体啊！现在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说不定啊，能很快就能抱上曾孙子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景熙的功劳。这个孙媳妇儿啊，算是选对了。我得想想看，该给他点什么奖励才好呢。